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今仔日咱要来去胖的厝。胖，你伫倒位哈？胖，你伫倒位？阿姐你好。你好。嘿，我是阿高，请问胖伫倒位哈？啊，你找我就对啊，我是这的厂长，我带你来找胖。好，真好呢，安尼咱行。等下，你要找胖之前，可能要先变身哦。啊，变身！变身完成，出海！咦，风就大，风就大呢！我想要搁算一届。来，你要连毛前去哦。你就机会呢。你袂爱喷酒精哦。好啊。好，行，咱来出发。行。哇，这就大的呢。迄敢是胖？迄是米菜，迄是胖红叶的时阵。哦，这个红叶啊，足大的呢。哇，安尼伊大汉了后，敢会变做世界大的胖啊？哦，因家咧厝流浪呢。哇，因家咧跳水。哇！这跟那摩天轮呢？啊，我知影，这是胖的游乐园啊！哦，真好呢！因在排队呢。阿狗，你知影这以后会变做啥物胖无？我唔知呢。来，我带你来去看。好，行。足高水的呢，你要去倒位哈？阿狗行哦。这就热的呢，阿胖嘞。出来啊，出来啊！真正变胖啊呢！足胖诶！对啊。足济，因在游行呢！哇！这多喊出来拍较烧，这是因休困的所在。哇！要顶悬坐林东看风景，一定真趣味呢。阿狗，这就是胖的厝，你感觉安那？哇，胖的厝足赞的呢！我嘛想要阮兜有一个悬一直洗物件，伫顶悬耍，一定足好耍的呢。多谢你今日带我来遮佚佗。